练？不是，我没有练，没有练，他跳到这样，没有，就只好到这样。感讲伊从了属狗的一些动腔颂哈，好像很好驾驭呢，所以呢，你对伊起价改表现来讲入价分。你梦那真老奶哟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强下台。啊，各位前来富乐兄弟姊妹大家好，我係羅斯邦啊。大家好，我係個甜心智慧娟呐。下禮拜一真係你冠軍的積分賽啦嚇。哦，精英中的精英。5強比賽。喲，先恭喜。啊，不過吼，總共有7禮拜的不一樣的主題。我得禮拜有冇空有主題？當然咯，冇按簡單不能講咯。禮拜有主題嚇。有啊，有主題。哦，安尼我介紹主題之前，要介紹下你金牌評審團啊，好唔好？係啊，介紹下你啊，我哋。請這邊欣賞，請這邊欣賞，我這裡欣賞，陳雙老師，誰認真欣賞？今天鬧熱，歌唱有喜事，對不對？係啊係啊，但是介紹一下喜事之前，喺啲比賽係有規則嘛，對嘛？哦，好，聽伊講哦。比賽規則我先講一下，對嘛？你5強咧，年度嘅總冠軍無按強送出嚟得到冠軍吼。係今日主題係舞台魅力嘅考驗吼，係出唱大家用呢隻舞台當做一個演唱會來唱，而唱出一個歌嘅，唱出一個美事。今日嘅主題透過文字，還要透過歌聲來表達嘅感情。古所講主題基本嘅音準啊、咬字還有節拍以外咧，一定要唱出一個特色，要感通大家。按你這樣做得拿高分，加油！我相信啊，我相信對人家根本嘅5V 參賽者5強應該冇乜嘅問題。應該冇問題啦。係啊係啊。好，當然比賽之前啊，按之前會有乜嘅嘅示範啊，唱到嘅專業嘅示範。但是今日也唔係乜示範，今日係有唱到當久冇看到嘅，按你客家嘅鄧麗君。哇，有這個稱號啊！是啊，真的。對呀，我們陳雙老師，按多今日就出唱片。啊，要帶來新歌嗎？新歌，好，好好嚟欣賞下嚟，嚟聽，安尼陳雙老師帶來一條好聽嘅歌曲。
为送一个印度台海的远方，这兄弟送信你就可以听表现，我想为送一个印度天中的情谊，这兄弟心梦自在比。陈商你好，大哥好，海军妹妹好，你好，叫莫见的哈，哎呀，哦，因为差没时间了哈，一年哦，一年啊，哇，1年多都在筹备这一张，爱猜3年，3年啊，因为有3年磨出来吗？嘿，对对，我真的有。哦，边个喊叫我2年半的一样3年的，也拜都爱这个做这种哦，这个作词作曲编曲这样子，好厉害哦。所以陈双老师调到一首歌为一雄一嘎一个，可以主打歌吗？主打歌因为男主角基本冇来，男主角哦，主打歌合唱同给卢凯族的麦永昌老师。哎呦，哦，就客家跟原住民哦，原客结合入唱。爱猜一个下狗葱。对，这没算一个很好的创意哈，一个创举。对，安子 C 哈，谢谢，哎，今天麻烦了做评审老师哦哈，哎呀，安子 C，谢谢哈。哇，好像仙女哦，真的有。真的哈，这听她唱歌就会非常的舒服，对，好舒服哈，多多支持哈。来，撒下来，人哋 TV 参赛朋友，梁先生，今日带来客家讲什么？来，弹过来。第一次挑战这首歌，歌词很多，再搭配上舞蹈，所以练这首歌的时候很吃力，还要克服气不顺的问题。希望年度积分赛的第1周能有好的开启。
哇，你要看到这，糖的粉黑嘞，记得爽。我们一直在注意黑娘妈妈啦。妈妈话筒可以啊，比较球啊你啦吼，对对。我发现你那个节奏感，那个舞蹈，你是有去偷练？不是，我没有练，只是因为我没有练，是因为我本身有气喘。没有啊，我本身有气喘，然后有时候就是因为肺炎引起气喘。哦，是就住院还蛮多天的啊，你哦，没有练啊，跳到这样子，没有练跳到这样，天凉了。没有，我有练，偏离，我有练，但是一直都跳不出来。是啊。哦，你们表演都懂哦，来，唱高一下，唱高一下。啊，来示范啊，不，许哲伟老师。哎呦，开到节界哈。好，根本以来我知道你现在你透亮出歌曲，应该来讲你。驾轻就熟才对。不过呢，因为你一直有一张问题，所以你上线，你要上线就动车、动量、动有 power 冇唔错。不过你要上线跳车的就一种天天，你看 N 索的哈，秀出去的时间，它会有波度。上周在做出你的舞台上对你首歌曲有熟识度，还有感通度。我希望 Hellboy 还有按斗心，来对你细部的方面再做一些功课，好。当看好，再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徐老师。哎，搞莫个呢？肖云欣老师，你是坐在那里没看他动作，唐伤感觉嘞哈？其实跟哲伟老师讲的，讲个声音没弹性啊。你要去矫正，我跟你讲哈。哦，是，哎，懂我建议了，谈过了。就是你咬丝的力度不够，因为你哈嘎讲什么全部都平平的嘛，哈嘎讲什么有个轻重。哦，咬字的轻重，按你冲出的歌就会有弹性。好，所以你的嗓音就是老师讲的嗓先吃，然后你的嘴巴的弹性不够，咬出的全部是平铺直叙的，所以你糖豆就没感情，这个要加油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对，好，不要一直都是一个力道哈。好，那看不出来。来看刘贤贤的分数。71分，71分，其实对人家来讲不是很高分，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还有6个礼拜，好，还有6个礼拜，加油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，打下来。林思玲给你带来一共代表爱的心。今天就勇敢尝试这个曲风，还有其他老师也给我指导，那我觉得。很感动，我以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录了。我们来一个节奏来跳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第一次看人家跳舞，看到我脚抽筋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曲风，特别呢每个字每个音去做练习，希望今天的表现能够获得你最热烈的掌声。你一想一想，你一看一看，你的讲台无爱的心。你讲上了的爱的心，上通爱的心情，爱的心也真，爱的爱也真，你的讲台无爱的心，来希望你相爱的心，会痛的表你
心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的讲台无爱的心，镜子我爱的事，你讲穷下袂幸福。 穷下袂幸福，又讲迄一点无，可你一世有意思。爱希望你相爱的心，袂通来表你心。 想，你去看一看，你讲退表爱的心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你讲退表爱的心。 第一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曲风，我以前跟这种爵士啊，或者什么蓝调那些 R&B 都是绝缘的。我只要听到这种歌，我都跳过去。做这样一个尝试，这样改变，不晓得就是老师到时候给我什么建议这样。那就要听一下了哈。有请许诗慧老师。你要想，我总觉得处理的有点飘。 好，无稳就超了，稳定度不够。或者说你在唱按堂清唱的时候，你的稳定度一定要够，某会发呢就会让人家觉得没有到位的感觉。好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因为你今天很勇敢哈，希望会尝试两种唱法。其實今邊嘅表現方式，還是有同樣的問題，就係高音嘅地方。好，唱。 唔講想了解愛嘅心，想談愛嘅心情，愛感覺好像我已經聽到，不過呢就剛好就插在那個字上面，我的情緒又被打斷了，嘿，就會有按那感覺啦。其實就是在情緒上面的牽引，對你的資歷來講，對人家經驗來講，來知道你應該係輕冇問題的地方，所以。 聲音的駕馭點，我覺得是你現在最需要最大的考驗。是關於個雷鬼跟 jazz 的部分的改編，反而是都很懂勇敢哈。就是說，不過呢，就是說在它的詮釋上面的一個準確度，跟你想要背它的方式，它還是會有一點距離。就感覺上你想要。 轉個音，想要去滑個音，就好像不太到位，這樣哈就感覺到那個情緒的點被你切割掉了。某樣你想要搭一個 jazz 的一種滑音或一個潤音的感覺，你應該它是要一個很順暢的。不過呢，它就少了那個韻味。其實我今天對你的表現，雖然說我覺得有點不夠力，不過我還是覺得你的勇敢，好，我給你一個，對，給你一個鼓勵的分數。謝謝。好，安子 C。謝謝。這個 R&B 這種東西真的也不是很好唱。 要在一個和弦裡面，哎呀，還有那天分，有的天分真的。來看分數，看分數，來跟林思玲的分數。
罗老师几分呢？哪个原因？因为重点到四位老师空用就会给用去挑战那个歌曲转换，曲风一下转变，这也还有一个难度在。那斯林吉本身他的高音就是一直还给很弱的部分，但是呢，我发现到除了这一部分之外，其他的部分，比方说他在处理歌曲的这个情绪的表达，跟他自己对自己声音的掌控。已经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好哎。那亚一分呢是给他一个鼓励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斯林还是要加油。总体来讲，你今天表现也不是那么的好，但是加一分不用鼓励。希望你在往这条路上走下去的时候，你要多多的去修持你自己，多多的去练习，好吗？加油，就这样。安子先生，谢谢老师。罗先生加一分，肖老师减一分，会磨好。这是会感的嘞，感动的泪水，是感动，就是说。一直走来，其实走得很辛苦。对，那今天就是勇敢尝试这个曲风。那老师，两位老师给我鼓励，我觉得还有其他老师也给我指导。那我觉得很感动了。我以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录音了。真的啦，就是因为不会淘汰，所以我才想说，那我就来勇敢的去尝试一下，对不对？借我抖一次，谢谢。回头休息。要懂感性的你哈，感性，来撒下来。咩古咩怪，林冠權帶來什麼？哎呦，今天咩物嘅好嘞？这次为了这个表演魅力舞台赛，这次我真的豁出去了。今天的表演不同以往，各位观众，请张开你们的耳朵，张开你们的眼睛，张开你们的嘴巴。为什么要张开嘴巴呢？因为要準備好你們的尖叫聲，一起欣賞這段精聖的演出。世妹英雄很多年，茫茫人海像失手黑夜，只看你像感应用嘅面。哦，世妹，希望你會了解，給年臨安很順嘅一天。海天注定嘅誓言。像你温柔，像橡树相牵，真心奉獻，包容愛嘅一切。相愛一次都永遠，痴心嘅花重一遍又一遍。Love you well well, now and forever.
请大家。两位来这边。嘿，啊，怎么跟他认識的？那个跳舞认识的。好的，没事，你看都喜欢跑 pub 啊 ，disco pub 跳舞班的，对。哦，跳舞班了，对，你不是都去夜店啊？没有啦，没有。所以他有在学舞蹈哦，那他应该是里面最差劲的一个，对不对？他们点，喂，这样子的，我们来一个节奏来跳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要不要看？想不想看？好，来，跳来。我是想看。我第一次看人家跳舞，看到我脚抽筋的。真的不要难为他了，对了。你不要再去学舞蹈了啦，不适合啦，不适合啦。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啦，演一些舞台剧或是什么。奇怪，怎么觉得？让自己的表演艺术哈可以更好一点，更精进一点。两位谢谢啊，先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要走哪边？走牛贝贝那边。向哪边？好，牛贝。哇，突破呢！今天唱英文的部分呢。来，唐一汉那位欣赏来。哦，邀请陈双老师。因为我有看过以前面嘅部分嘅表演哈。对。你根本说老实话，舞强的话，你这实在太紧张了呢。而且你总结嘅部分哈，你的 pitch 跑得非常的严重。你说不知道到哪去了？而且尤其升 key 之后呢，你完全是糟精啊！还有你的那个肢体动作哈，再放开一点嘛，长那么帅，对不对？要给我们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哈，肢体动作哈，不过跳动按你跳今后啊，干嘛那么怕，对不对？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安子这啊，老师有这个心肠还不错了。对，如果是罗老师讲的话就不一样。哎呀，来，现在看不出来。看林冠權的分數。谢谢。许哲伟老师不一样的看法。你是刚看到的小鲜肉给他们加分哈？真嘅唔係，因為我讓羅老師強樣吼，我知道講都唔強嘅，你真嘅會較嚴格。以外，我希望看到以前比賽冇強樣嘅歌曲呀曲風吼。雖然講佢今日唱到真嘅冇按好，不過我們拆開來細部來說。就像刚刚海軍講的哈，他在英文啊，還有一些氣，還有以前你都會講的尾音嘛，還有轉音，還有唱法底部度，我知道佢有進步。我本期的分數係講，我還是非常的讚賞他對演節目每一些的尊重。當然大家都強樣，我知道佢很用心，以外我知道佢有進步，我本期的加了1分，我希望佢很進步。我覺得他現在在撞牆期。你把那牆撞開之後，我覺得你會有不一樣的表現。我們很期待。牆可能很厚哦，但也有可能撞不到，撞不到你分數就會一直往下掉咯。你要鼓勵他去撞牆。對，我知道你要去撞牆，不是真的撞哦，是認真的去思考一下你為什麼要來比賽，而且你在每一次比賽當中，你到底在排練的時候跟表演的時候，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給大家的？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，阿弟，謝謝你啦。謝謝，可以做休息一下。謝謝。來，撒下來。哦，曉志強而家唱冇衝動嘅聲妹。拜拜，講聲妹。咁樣要按到聲妹啊！對，等下。我演的其實有點像神經病那種感覺。其實他唱這首歌我也聽過幾次，這一次對我來講係我最滿意嘅一版。今日從的故鄉的徐玉謙的比賽啊吼，有探過
别的选手有冲过，当时台下的观众啊，全部不见味道，所以我今尾来挑战看看，大家就要尽情的享受我的演唱。人人亲像孤单心肝家啊，来做一款情的刺激。天有天从虚情假意，用半次涟漪。把眼神叫你用心来期望的爱慕黑。浪漫把戏爱得满意，往沙一般的爱情。爱曾经爱你胜过自己，因为真下了分心，爱不会回头将自己后，点点一扫看下去，拜拜将将什么爱配，心中的自由。累了，回声了，累了吗？对。你要那等的这个最大的用意嘛？就是可以好好坐下来休息一下，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我知道你把这个椅子放上来哈，是，你好像坐在那里，你跟阿爹那没有两样这样子。啊，你想不想看牛哥怎么诠释这一场？不是，刚刚比如说那个节奏，掌声，那个节奏，因为应该是一开始。你要有这个感觉嘛，从头到尾坐在那里。不是，他刚刚说要营造颓废的感觉。对，不，你颓废你也可以这样子啊。我演的其实有点像神经病那种感觉，就是真的吗？法院声音那种感觉。哦，那你不用演啊。啊，真的。来，棒来，唐安呢？肖老师，冲艺术歌曲啊，你的声音是一直冲出去，没有那个弹性，跟弹性要借由你的肢体语言。譬如说，你冲到狗音拉长音的时候，那个掰那个拉长音的时候，你的音太直了，没有弹性，你要借助身体而一挺痛，那个柔软度才会出来。不过今天哈，我觉得你很勇于挑战了，有进步了哈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，让我很羡慕，年轻真好呢，血气方刚。啊，来，看本事，来看一下柚子看的分数。谢谢。果
蛮高分的。谢谢罗哥，谢谢罗哥。对。所以那个应该是罗哥刚刚那个加到分的，我感觉是吗？对。是没有，你刚刚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要保证45分以上。真的会吗？真的啊。那黑马还没啊，刚猛徐世慧老师硬点头，还没有。对不对？真的就刚刚罗哥讲的，你前面的处理太草率。而且你想要没感觉啦，对，刚刚就是在说你瞅这个片，你想要表达的眼神也好，想要表达的肢体的动作也好，显得有点只是拖泥带水，然后点到为止。可是刚刚罗哥表现的就是一个舞台魅力嘛，里面有看那舞台魅力嘛。古时候你在香港呀，它是在可能一个超大舞台里面。你要让大家看得到你的动作，如果刚刚那个点只是那个表情，可能会不够。不会唔拉，好，真嘅不会唔拉，好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现在椅子还在。老师你要不要再试？老师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可能不要啦，我还要维持形象。我是要叫他把它骑下去了。好，像阿盖拉一样骑下去。喂，多骑啊！开玩笑的啦。哎呀，坐着要骑下去的。怎么叫怎么骑？哦，对，这应该是要这样吧？像阿盖拉一样这样骑下去，你不会？哎，你是歌王哎！来，撒下来。曾婷婷带来班亚都天宫。好，来弹看啦。这首歌之前在别的比赛就有演唱过了，而且还非常的幸运得到了冠军哦。今天呢有机会再次诠释，希望也能让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获得共鸣，让我们这个年度冠军积分赛的第一场就有好成绩。
享受，真的。有个魔突然站在人家面前会被你吓死。我站在旁边欣赏没有。这首《搬鸭豆田宫》是你每次拿出来比赛都会得到不错的分数的歌，对不对？其实客语的歌唱比赛参加的不多，那因为之前比赛有选唱过这首，在整个比赛的会场，其实有很多年轻的工读生，他们是不会听客语歌的，可是他们都纷纷的过来跟我说：“姐姐，我其实不懂你在唱什么可是我觉得好好听哦。”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很感动，我觉得音乐真的跨越了很多语言呢。对，我刚也不知道你在唱什么，没有，不是。不要讲，这就很好听。干嘛流口水？就有时候你看看有没有？哎，牛哥听到流口水。好啦，赶快啦，听老师的这个。这位老师，其实他唱这首歌我有听过几次，这一次对我来讲係我最滿意的一擺。雖然講上個部分佢冇按好，不過佢用佢嘅技巧吼，佢做動作嘅變化。譬如講那位有上時你啲客家個動作口語嘅東西佢做動好，那位有吼，譬如講還有佢最難的地方，是因為低音低不下去，可是他做得很好，就是。麥街都唔是小嘅小叫衝下去，然後佢以前衝過嘅方式冇強樣嘅。對我來說，這首歌它無可挑剔，我給你很高的分數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聽到很高的分數就可以放心了。好，這我哋看分數嘅，好來，來看陳婷婷的分數。哇！恭喜你，謝謝，非常高的分數。好的，謝謝婷婷。回座休息。好了，5V 參賽者已經比賽了。好，不過一樣係天的禮拜嘅，好，下晡還有6個禮拜，所以大家加油。年度冠軍的滿意呢，一定要講咯。離灣國際組比賽，多謝5V新貴先生。謝謝。來看傳統組的比賽哈，來哈。好了啊，沙下落去傳統組嘅比賽啦哈，然後今日呢冠軍嘅積分賽。好，大家加油哦！有7禮拜嘅主題積分賽。7禮拜啊！等於過7關。對。那當然比賽之前要介紹你評審先生啊。羅英義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楊明宇先生、林一鳴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。先有請到羅英義先生，跟人說明今年的評分標準。好來啊，好首先呢，恭喜大家今日嘅主題嘅積分賽咯。今日嘅主題就係古樹家區鬧天川，就係繞牆吼，大家拄好今日嘅播出嘅時間係天川日，所以呢就係在天川日嘅今日繞牆入邊古樹強下來對唱。咁講呢，只要你係參賽者會算分數。喺你對唱嘅貼片裏邊唔會算分數，不過還係要注意，除咗歌唱之外呢，整體嘅表現啊，喺個默契、喺個完整度，又係數量嘅關鍵咯，所以大家還係要加油。你接下來進行今日比賽嚟。係先天做吳秀春老總統陣帶來路見劍法。今日我唱到嘅古樹家祠呢，係我合唱團嘅團長。嚟同我聽書，因為之前我對天川日嘅表演有強下表演過哦。呢擺呢，我希望我嘅表現做得更好，我用晒默契做得拿出來，也希望拿到高分。大家同我加油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正夜來，心內好沙跳光漸漸放，前有啊，連路哪有哪有。
秀春姐好。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够贵哦。今日利用个表现的方式咯，喺啲节目当中哈，当时有看到佢哋表现的方式。牛哥这种唱法，还有很多。很多合唱啊，齐唱，对位唱法。对位唱法，哦，很棒哎。啊，秀春姐有唱到也为係合唱团的团长。团长哈，团长是应该是见过哈。来过嘛，系啊，呢一种唱法哈，我相信李建明先生、江云逸老师哈，特别有感觉，应该有一个共鸣点哈。来，江老师，江老师，很多表演嘅形式呢，其实很多重唱。二重唱哈，第二种嘅形式在客家嘅歌谣较少，但是呢，在那个西方啊，他们的音乐二重唱是非常常见啦。用上应该和谐度非常重要，当然啦，也可以在和谐当中含有共鸣嘅表现两方面。那英老师呢，有什么看法？基本以來就得講比賽嘅認同方式係少出現嗬。不過現在講你小春係在你唱起來，感覺你唱了首歌嘅些動腔鬆哈，好像很好駕馭呢。所以呢，你對你自家嘅表現來講有加分。啊，相對來講，你係總體講可能就顯到較緊張一啲咧嗬，可能就係動搖如掌中來唱，所以感覺嗬近鄉情怯啦。不過整體講起來呢，我知道。都係非常好嘅一隻表演，什麼意思？整體講嘅，他喺旁邊看咯，他們就非常的舒服啦。對，就可以從表演一樣，沒有比賽的感覺。哎，就看本書嗬。還有看本書哦。哎呀，廢話咧，比賽都冇看本書，我做對啲嘅。結果嚟看，秀春的本書，加工對詩人哦，真的付出大蠻多心血。真的。謝謝阿公。阿公握手一下哈。願故留綿啊！你嘅角色係金花也可以，桃花也可以。如果要再講係桃花，所以也可以是我想，這個可以看出他的緊張程度。嘿呀，老弟嘿呀，是天哪！接下來看秀春的分數。哇！哎呦，45分哦！哇，就這樣，兩位，謝謝，恭喜！回座休息哈。哦，讚！哎呦，沙下隊厲害哦！好嘞，老師人聽到陳雲生帶來評判。好嘞，彈過來哈。这次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那个流那里练习的时候，阿公觉得我把唱得太重了，但是我努力练习，希望有更好的表现。
做歌做来啦。阿公你点点行哦。点糖啊！阿公你唱来啦！好啦，阿公陪你啦啊！兄弟，我哪敢难过了天啊！阿公了来想那索那，阳过了面啊！温馨感人的一面哦，看到啊，俺的老娘大擂腿好看就好看的呀。这加工带顿时呢，强下的冲快啊！加工对诗人哦，真的付出他们多心血。真的哈。哦，松口嘛阿公接送，冲过嘛阿公教。教一救的哈。特别45歲其實要學唱歌。誰是天天之學嘅？係啊，喺歌唱班學嘅用。咩？是愛教。真唔真教啊？教。教到呀哈！哦，難怪俺厲害，強啊強哦！來談一下那個李秋霞先生。講老實話啦，你弟弟嗬一唱啲傳統嘅，一唱得啱嗬，實在不容易。唔過佢必須總是比較，你講嘛，比較這個要對你們說比較嚴格一點哈。弟弟佢唱佢開始唱歌多啲哈，他的身體的律動已經有進步的。好，所謂身體的律動，就是說你必須是注意你的身體的表情。所以弟弟你給你唱歌哈，這個阿姨哈跟你講說，還是要給你有進步的空間呐。按照你個咬字，阿公唱的咬字是有標準哈，那個閉口音的注意，沉最要少過閉，你是沉。嘿，阿公家唱嘅時候特別要注意哈，所以你沉的咬字特別注意哈。所以你的輸音嘅時間還可以啦哈，但是轉去還是要加油，還有進步的空間，加油！好，咁我哋繼續看分數啦，嚟看羅思妍嘅分數。43分，真蠻強誒，43分，你啲聲音自然嘅吼。那麼謝謝阿公，真的。謝謝阿公。同阿公握手一下，係嘛？到這個叫佢高峰，唔是同阿公握手咧。乖乖啦，嗬，費事啦嚇。我殺嚟。仲咪子李雲芬帶來頭髮高度搞情歌。哎呦，係乜嘅歌咧？你睇。平常嘅歌呢，係我上貴啊，是唐英文唱歌咧，我因為當我彈，所以我而家今日來學了條歌啊。到喺造型嘅表演呢，係特別唔少歌嘅哦。今日一班做摩音歌哦，特別請嚟沿途嘅總冠軍李雲芬、李泰國嘅兩個合唱，相信今日甚至一定會當好。阿
阿公伊讲放空汤儿，我七手八脚唱灯来啊！哎呦，这里啊没头发季没，啊大班都party，原来发财呀！唉，唱传讲，老妹啊，不住个往来拜托的，哎老太妹子提亲啊！啊，主角梦超台面哦！啊哈哈哈哈！老爱六傻强咯，真是得对哦！好自个拜拜的啦，乱讲吧，好稀水的啦！喂，稀水哟！头发金起呀来讲好，嘿，喜三万做媒人婆，阿哥三万呀来唱衰，唔知爱生得吉啦吉多钱咯，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吉多钱咯。哎，阿伯母啊，我算吉多钱哦？头发生来呀，长呀长的呢，啊大班要叫好身材哟，啊讲起钱应该俗啊俗巴巴的，阿哥上班不是钱哦，哦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不是钱哦。阿公好意呀，嘛唔是钱，按好空调啊，用得年轻讲。啊，是合意呀，阿哥有钱，啊希望头发也有意哟。一个拢拢讲，啊一个弄弄头，啊讲好想好，爱见大同咯。嘿嘿嘿嘿嘿，哎哎哎哎哎，咿呀哆哆哆，咿呀哆哆哆。你那个哎，米珍姐，嗨，民政局用个亲戚来哈，啊强啊哈。因为佢演出的时阵，係啊先来啊。哦，唔什么演出的时间亲戚？系，哦，要不然演出阮去请，系，哦，那朋友，哎呀，蛮年轻，对啦，蛮年轻的，年轻这蛮来蛮意知道啊？来，谈一下呢，江老师哈，哎。俩组啊，可以讲表演是非常的闹热啊。面呢，其实主角係秘境小吉，但是呢，在表演来讲啊，其实可圈可点，反而是文宏先生。哎呦，啊，所以佢嘅表演，佢當做得樣的樂在其中，進入角色，角色啦拿捏得非常嘅表現到相當好。啊，相對嘅秘境小吉嘅時間呢，我感覺佢嘅壓力也蠻大。一下長一些露妹頭髮呢，佢就變金髮咯，嗬。嘿，所以當然啦，嘅角色係金花也可以，桃花也可以。不過咧，這個係桃花，所以也可以是我想，這個可以看出他的緊張程度。可是呢，在唱功來說，秘境小吉嘅名字顯然冇發揮。音色的漂亮的音色摸出来，所以要那个娇滴滴的、可爱的、活泼的，等一下改头发这很会加油，是吗？来看粉丝，看粉丝。对啊，总米真的粉数。哦，连续3位全部分数都1号呢。哎呀，安子在啊，好来回做消息啊。好来，撒下来。钟汉一、陈德贵带来菜茶情歌。来，等下哈。那啥做的表现都就是分给不给的。哎呦，莫呀榴莲哦。两位厨师啊？咩阿粉姑介绍的？哦，阿楚的介绍阿楚的啊。刘世界啊，刘俊啊。全世界。
有冲3個位前輩，陳德對泰國來人來幫忙，因為我兩大平時上班都當無閒，只好利用變了嘅時間來練唱，希望今晡日兩大都做得有最好嘅表現，讓大家看到最精彩嘅表演咯。年的里呀，罗伊斯啊，新年咯。歌王歌后啊，哎呀，真的哦，因为我搭腔哈。係啊，韓姨姐姐。你安慰情呐？係啊。德貴大哥係三哥界老前輩。久仰大名。他家做地，係。要介紹佢幫我。萬人同介紹。跟做每年的咩？萬人同介紹。朋友介紹係啊，哦，所以要喺副圈咧冇。吉他頭人。吉他頭人。新人嘅頭人是佢做檔啊。哦。你有練唱啊？係啊。你視訊哦。要上歌，我會下去嗰邊練，喺我呢邊上歌，佢上來練嚟用嘢。會唱嘅摩擦啦。係啦。哎呀，即係現場丟啊，吼，下拍拍入位。有咩有一道嘅螺絲風可以安尼？唔得，講真的，而家都係歌王歌后開玩笑咧。好啦，來先有這樣的李建明先生。讓大家大家互動啊，哈，也真好。主要講曲嘅表現哈。係，係呢做得講有進步嘅空間，但是唱到人也不簡單嘅嚇，因為對唱嘅東西哦，兩手可以接嚟接去啊嚇，可以有相當嘅默契咯，而將有好嘅嘅效果啦嚇，所以就部分呢，既然嗱唔對唱嚇，到呢個一般人嘅對唱係冇乜嘅響樣嘅，兩手做的表現到人就十分嘅不簡單。好，容易。大家看粉絲來看總喊一粉書。
谢谢长哥。今天用大家是在按枪啊呢哈。今天高手云集，哇！一位拢高手，我想呢已经先纯5位啊。嘿啊，系啊，个拢强的啊，五强啊，系啊，当做看表演啊。哇，真的，我看都是评审的爽脑筋。哎呦，哇，你咧跳拢蛋蛮太叻的。莫太跳舞了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恭喜恭喜哈，回做休息。杀下来。中香曲，王延琪带来宋金彩。好的，听啦。今日唱的是我对唱的王太歌，喊你讲歌手中的歌手，伊喊你国泰歌唱比赛的常胜军哦，也是俺的客家三角采茶戏团的团员。俺哋2个人做得讲喊你合作无间，默契十足。以下都来看俺的精彩的表演吧。阿那个那糖在哪？蔡主哥，你就送来啦。送给金马菜，每每的跳上插啊，我的阿奶姑，爱死啊，莫爱呀。
18天爱该步啊飞，有啊送亲啊。你也无事啊，哎呀爱该奉养亲啊。天生一对，天生一对，啊，因为咧阿厝读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阿 K 哥分享啊，也很多默嘅表现方式啊，系啊。有麦克风。三脚菜茶去哦，个宋锦菜，宋锦菜，哎呦，拄好角色，咱哋大班都人嚟演默嘅。是阿秋啊，做阿秋导的，是阿秋，忙出来你。蛮开上瘾是顶起阿秋的啊，因为巴多呢，系啊，系啦。阿秋的约贴假睫毛哎，也蛮翘的。这叫假嘅阿本姑主任呢。哎，其实两人可以组一团有嘛？仲喺客家电视台演的台戏台。两只阿秋。唔会吵哦，恰寻天发帖嘅。哎呦，美浓之光厉害哦，哦。因为哈，系啊，两位术师啊。咩阿粉姑介绍的？哦，阿楚的介绍阿楚的啊，原来係安尼啊，哦，厲害哦，阿楚都會咩強下都錯。就要有咩嘅，冇簡單啊。來，談一下那個曾民主先生。前團啊，嗬，嗌到開卷還有木主小可大下兼講，哦，我有強哦。你對唱得好哦，但是呢，好唔好我都每一個人知哦，因為時間來長，愈有人知嘛你。7禮拜嘛嚇，係嘛？高鐵館，咩？我講你啊，創呢一條歌，時間綁安長，每一個人知，個罵你是無理的啦，有點跌麻，無天呢？係呐，好之有理，韓國每一個有點老詞安那嗬，所以講希望呢，這個加油哦，哈，這個努力，安樣人，還係不斷的練習，安樣人分數讓為這個唱下歌。啊，哦，就這樣。啊，你個緊張誒？啊，你阿下補充一下，係。王延琪先生嘅表現非常活潑，做甲民主老師講嘅，配合得真好。啊，鄉曲嘅聲音非常好，但是今日兩隻配合到是鄉曲比較較緊張。今日嘅參賽者佢壓力同你千台，電到迄今日來天數嘅，較強數，因為佢哋冇介同嘅壓力。唔過呢就宋錦菜嘅，因為搞咁多擺啊，本太介就建議嚇，愛詩莫錯愛詩。還有什麼給吹呀煮，清涼四重別走，潤米悠悠。還有加咗誒啲鄉曲聽一段啊，我郎吹煮歌，錯咯，我郎嗌個阿奶姑，錯嘛？阿奶姑係你哦，唔係記哦。阿奶姑。係啊，唔好緊張，嚇，幫到只建議好嘛？好，安子說，什麼先生？有點有辣詞一啲咧，希望唔好樣樣都唱開啦。咁啊，整體表現幾好啦。看以來，看來，從鄉曲嘅分數。加油加油！啊，7禮拜，哇，7禮拜拼啊咧，係啊。加油！今日分數都真大咧。最大啊！差真高嘅5分哦，係啊。雖然佢表現都很好，但是你這個辣詞。中單嘅面濃嘅要加油。好啦，安子姐，好了，好了，回頭休息哈，係啊係啊。相信很多同學唱歌嘅朋友啊，唔點樣嚟報名，積極嚟報名哈，歡迎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
还有纯正天花哦，0227778231。嘿，等下得了报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以外呢，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，安子谢谢。多谢俺的辛苦的詹老师，谢谢啊。同时大家忘唔记得咯，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的收看呢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公开。